尋晚喺啟德體育園上演嘅2027亞洲盃外圍賽，香港對印度，香港首度以主場出戰，入場觀眾全場爆滿，達42,570人，盛況猶如英超決賽，最後香港以1-0勝出。全場球迷為咗支持港隊，身穿紅色波衫力撐，球場染成一片紅海。現場觀眾情緒高漲，不斷搖旗吶喊，亢奮高歌，氣氛熾熱萬分。更有球迷共同撐起香港勁抽巨型橫幅，場面震撼。全場唯一入球係喺下半場補時階段，印度門將犯規被判12碼。最後由港隊前鋒史提芬彭利拿操刀射入，全場逾4萬球迷一同狂歡，慶祝呢個嚟得不易嘅入球，嗨爆全場。完場後，港隊繞場一周答謝球迷支持，球迷報以熱烈擊賞，高呼 We are Hong Kong，場面感人。離場嘅時候，球迷情緒依然高漲，沿途不斷高唱戰歌，足以體現團結一心嘅香港精神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